今日咧帶大家靜靜雞睇下佛山嘅筍嘢啊嚇！經常咧都有觀眾朋友問師姐，喂，有冇啲20零萬冇壓力啊，即係冇得輸嘅項目啊？咁啊，今日靜靜雞帶大家嚟睇下咧，佢呢度咧就冇做到一個房間，就係保留翻個中空位置，望翻落客廳嚇。咁但係如果你話追求呢個回報或者想租俾家庭客嘅，咁不妨呢一度都可以倒埋樓板，間多個房間。香港生活成本高，想退休自住難上車，港生物業幫到你。我哋為你篩選大灣區生活成本相宜、適合退休、度假、自住嘅地區，助你灣區成功置業。我哋更加會提供一條龍嘅服務，專車接送，帶你實地睇樓，提供專業嘅灣區樓盤分析，貼心置業服務，做你專屬嘅大灣區管家。大灣區安心置業，揾港生物業，快啲聯絡我哋啦！珠海嘅公寓要60幾萬，退而求其次，去中山咧都要40幾萬，買唔落手啊，師姐都係爭咁啲。冇問題，我今日帶大家嚟到呢度佛山，只係講緊19萬就有交易啦。而且咧，再唔係畫餅嗰隻啦，係真真正正呢個項目咧，就有現有地鐵喺附近，同埋已經開通咗噶啦。唔係同你講話，20幾多年啊，我哋會有地鐵口啊，喺依度嗰度，完全唔係啊。而呢度咧，完全係地鐵口就喺附近啦，並且咧係已經有啲人入住咗，可以俾你睇到現樓嘅狀況，並且咧租金回報可以月租高達呢個1800去到2000蚊啊，回報率咧達到6至8厘，係咪好吸引呢？最緊要就係個總價唔貴啊嘛，只係講緊19萬咋，19萬啊，你分分鐘去小至日本啊就可以買到間啊！如果你話手頭上資金唔多，又就嚟退休，想買翻啲嘢保值又有啲回報，有翻啲生活費嘅話呢，不妨跟師姐了解下呢個項目啊！好啦，我唔講咁多啦，而家馬上帶大家去睇睇。有平有抵。好啦，跟住師姐投資呢，當然係有斬獲啦嚇。咁啊，由幾年前開始，師姐都推介大家嚟到佛山買呢個商業項目投資啦。咁今日呢，再次帶大家嚟到睇呢，你睇呢度佛山呢度人口旺盛啊，因為佛山呢，其實係僅次於2個特區嘅 GDP 呢，就係排第3噶啦。因此固然之呢，就係你睇呢度嗰個公寓啊，我都咁講啊，除咗2個特區之外啦跟住最值得投資嘅公寓呢，就係講緊佛山呢個地區啦，因為呢度 GDP 最高，而且呢人口比較密集，咁啊呢度嘅住宅呢，講緊呢都要200-300萬，就算你哪怕而家跌咗價都好啦，都圍起手200-300萬嘅。但係呢一度嚟講呢，呢度而家只係賣緊19萬，租出去呢就有6至8厘，並且就係幾多人真係住緊啦咁啊唔需要擔心嗰個客源啦。咁啊啱啱拍攝嘅時候呢，即係都同大家分享下一啲真實客戶嘅一個想法啦咁啊啱啱去拍攝嘅時候就遇到一對夫婦啦本地嘅阿姨叔叔咁啊即係一齊傾咗2句咁樣咁原來咧佢係已經咧喺本地咧呢度咧呢個項目咧買咗3套房噶啦，咁啊都收緊租，收緊1800到2000蚊不等咁嚟緊準備咧再買多一間作為收租用途嘅。咁啊白師姐梗係八卦啦，問咦阿姨你最近即係點解冇買咩黃金白豆嗰啲嘅咁樣最近啲姐姐叔叔都中意買嗰啲喎，佢就話哇大佬黃金又冇息收，而且咧隨時咧炒窿因為會跌價嘛，去到今時今日咁嘅高位，咁所以佢話咧都係講緊買樓最實際。佢本身咧2公婆咧已經有3間喺呢度收緊租啦，咁都收緊成5000幾蚊，咁啊嚟緊想再買多一間入手，咁啊預計出租咧1800到2000蚊回報，咁啊加起身上嚟2公婆嘅收入咧都有7000幾8000蚊，佢話足夠佢2公婆使㗎啦。咁有時間唔時仔女塞下1-2
200嚟買下嘢食，咁另外自己加埋少少退休保障金咁樣都即係足夠喺呢度本地生活咧，好富足㗎啦咁所以話咧，即係亦都依個樓盤咁樣，啱啱同叔叔姨姨訪問咗啦，叫做咁都亦都了解咗依個樓盤咧，除咗話真係一啲嘅租客係會住喺附近之外咧，亦都係咧，其實亦都吸引咗好多投資客，本地嘅投資客或者係廣州嗰啲過到嚟咧投資收租嘅。咁當然亦都有我哋香港觀眾朋友，其實我都知道而家睇緊呢段片嘅你都喺度籌謀緊，究竟手頭上想投資，但係咧資金又唔多，荷包又得嗰20零萬鬆啲，有乜嘢可以投資保障到咧買黃金，今時今日呢一刻，我問你啦，你夠唔夠膽去入先？去到呢個位 ，Bitcoin 嚟講咧，其實已經跌咗唔少噶啦。下一個會唔會輪到黃金咧？大家唔知道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套房嘅話，跌極咁人都係要住㗎。就算你有 AI 好，點樣即係 AI 取代你去開車點樣都好，人都係要住。你睇下密密麻麻咁多人住緊，係咪先咁都要生活，都要住嘅。咁千零蚊就可以住到呢一度，起碼有個安居樂業咁變咗咧投資上嚟講20零萬有嗰個回報嘅價值喺度今日咧帶大家靜靜雞睇下佛山嘅筍嘢經常咧都有觀眾朋友問師姐，喂，有冇啲20零萬冇壓力即係冇得輸嘅項目咁今日靜靜雞帶大家嚟睇下今日咧帶大家嚟睇呢個咧，只係講緊10零萬就有交易啦而且咧租金回報咧每個月可以收到1800到2000蚊回報率咧高達6至8厘好犀利咁好啦，我哋入到嚟睇睇個單位先。首先入到嚟咧，呢一度左手邊有個洗手間位置適合翻即係簡簡單單乾濕分離咁樣適合翻即係出租。簡單簡潔就可以啦。上面呢度咧有堂樓梯，上面咧可以做到2至3個房間嘅我一陣帶大家睇睇。跟住入到嚟呢一度啦哇，43平嘅建築面積，但係可以做到客飯廳分明啦呢一度咧仲做咗好多嘅入牆櫃、收納櫃咁呢一度甚至無咧做埋一個中空添咁示範單位呢一度咧冇做多個房。其實咧，如果俾著師姐我咧空間用盡嘅情況之下，我會甚至無呢度間多個房咁上面變3個房咁，但係示範單位呢度咧就冇做去保留翻個空間感喺度，可以參考別墅咁樣有一個中空嘅位置咁好啦，呢一度咧客飯廳夠晒闊落啦睇落去咧就唔似係一個嘅商業公寓添，你睇下夠晒闊落跟住行到過嚟一睇識呢度咧，我哋會有個 open kitchen 呢一度洗手台啦，呢個煮食台咁甚至乎可以 set 埋一個焗爐或者係即係嗰個洗碗機。咁呢邊咧跟手就有個餐桌台方便翻食用。行過少少啦，咁呢度咧會有個洗衣機位置，亦都可以呢一度咧上面亦都可以參考翻做翻一個晾衫嘅位置。落地玻璃窗夠晒闊落，採光通猛光同埋咧我哋經常有啲觀眾朋友就話，喂，買咗啲譬如話有時試過有觀眾朋友同我講話，喂，師姐中山都有啲項目即係公寓項目40、50萬咁，但係咧好驚冇人租冇人住。喂，呢度唔使驚嘅，鏡頭上面過嚟睇睇，大家留意翻即係邊啲係有人住咧？就係見到晾晒衫有晒嗰個護欄嗰啲，全部都係有人住嘅。你見到入住率係非常之高因為呢度畢竟係佛山嘅市中心地段，仲有地鐵喺附近咁變咗有好多咧上班一族會係為咗方便翻工翻學，會租用呢一度嚟講會租住呢一度。好啦，入翻嚟睇睇先咁
咁啊，呢一度咧可以間到2層高嘅。咁啊，我知道咧有時候而家好多嘅公寓項目咧，佢所謂間到2層咧，其實係叫做假2層，因為上面嗰層咧其實都要咁樣，意思即係1.6米咁嘅身高咧都要咁樣行嘅。咁但係呢一度尚可啊嚇，我帶大家上去睇睇。好啦，嚟到2層呢度啦，咁啊嗱，首先俾大家睇睇個高度先。師姐咧係1.6米嘅，咁咪變咗呢一度咧，我舉高手啱啱就掂到嗰個頂頭，咁so far係 OK 嘅，起碼唔使咁樣，有啲係叫咁樣咁樣出入好唔方便。呢一度咧就佢間咗做2個房間，同埋最緊要就係上層咧都有一個洗手間嘅，咁咪變咗唔使行上行落咧上洗手間咁唔方便。呢一度會有個客廁啦咁跟手嚟到呢一度咧，我哋會有第一個房間，第一個睡房，咁啊可以放到張一個雙人床啦，仲可以有個大衣櫃啊，有個收納櫃咁樣添嘅嚇。出翻嚟呢一個位置咧，佢呢度咧就冇做到一個房間，就係保留翻個中空位置，望翻落客廳。咁但係如果你話追求呢個回報或者想租俾家庭客嘅，咁不妨呢一度都可以倒埋樓板，間多個房間。跟手我哋入到嚟嗰個另外第2個房間啦，咁呢一度咧就有一個窗戶啦，望翻外邊有採光通風，咁呢度可以放翻一張嘅雙人床啦。佢示範單位咧就拍咗埋去埋邊，但係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如果你話中意嘅話，放中間都仲有位嘅。後邊咧床尾位置仲可以做到一排收納櫃同梳妝台啊、床頭櫃咁啊。好啦，啱啱帶大家睇完呢個綠地未來城嘅一個43平方嘅公寓項目啦嚇。咁而家咧最緊要就係嗰個總價咧非常之劈底價，只係講緊19萬起啫嚇，買部車都未必得啊，講真咁而且咧租金回報咧有去到1,800到2,000蚊，即係回報率咧達到6至8厘。今時今日咧做個定期咧講緊厘幾嘅啫嚇，咁但係呢度咧可以做到6至8厘，有穩定回報租金好過你買白豆黃金分分鐘渣都冇得剩咁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嘅話咧，記得預約我師姐過嚟帶你睇睇樓我個 WhatsApp 號碼係區號85260633155，又或者可以掃描一下畫面上面嘅 WeChat 都可以聯絡我嘅。麻煩。首先我哋呢項嘅話位置屬於將茶街道玉帶路玉帶社區嘅。成個項目嘅話就離祖廟好近嘅，平時打廣告叫做祖廟旁，一嚟祖廟嘅話只有4.6公里，過去嘅話就10分鐘出頭可以到噶啦。依家嘅話整個政策扶持都係往呢個將茶片區走嘅，即係因為祖廟嗰邊嘅話就冇地開發噶啦，主要做翻嗰啲政府辦公啊同埋嗰啲商業文化方面為主咯，即係發展核心都喺我哋將茶片區嘅，而家叫做陝西新城。以前嘅話成個板塊主要嗰啲紡織產業為主嘅，即係你行過嚟嘅話可以見到好多嗰啲紡織門店，即係屬於整個國內一個紡織龍頭產業嚟嘅。呢邊依家嘅話就灣區建設啊嘛，產業升級就將成個片區嘅產業升級為互聯網啦、人工智能啦、生物醫藥啦嗰啲高新科技產業為主嘅。成個片區嘅話，依家高新產業園嘅話超過8個都有噶啦。就比如講你項目呢邊嘅話新建好幾個。比如講呢個實驗街呢邊嘅話，就喺呢個我哋賣嘅呢個小區隔離呢度嘅，以前做紡織廠嘅，而家就升級為嗰啲做人工智能嘅，同埋嗰啲互聯網同埋生物醫藥為主嘅。仲有比如講舉幾個同你講啦，華南創谷主要做生物醫藥同埋數字中心啊、人工智能呢啲。做互聯網嘅話，呢邊有成個廣東省第一個新媒體產業園，去做啲數據中心啊、視頻運營啊、自媒體方面咯。仲有國家火炬園。呢個話就引進咗國家航空級嘅嗰啲企業喺入邊嘅，做嗰啲航空材料研發嘅，即係會帶動高新科技嘅。係啊，成個片區都係做呢啲科技為主嘅。依家就以前唔同，因為你依家睇到個個地方都
升級晒，好似以前廣州就係加工廠同埋深圳，依家做翻金融方面嘅同埋政府辦公方面為主咯。轉型啦嗬。係啊，依家同以前唔同啊！以前嘅話，成個中國喺世界層面都係屬於加工行業，但係依家唔同㗎嘛，依家就發展科技行業㗎啦。因為呢啲真係帶動一個科技創新先會強大嘅。呢個成個片區就承擔呢個責任嘅。第二個點咧，同你講翻佢個交通啦，好多人買房比較關注呢個點嘅。首先講公共交通方面，地鐵周邊有3條嘅，一個廣佛線可以接廣州老城區片區嘅，最近祖廟站。呢邊有公交直接接駁嘅121，就喺項目樓下呢度，可以直接過去嘅。仲有2號線，呢個接廣州南站，呢個話就出行會好方便啦，因為廣州南站係暫時講國內建成嘅運營最成功。巴士咯。係啊，即係佢高鐵方面嘅話，就全國線路都有嘅。去旅遊、去辦公嘅話，好方便嘅，去全國。除咗呢個地鐵2號線呢邊嘅話，仲有個廣東城軌。廣東城軌依家就可以接幾個城市，肇慶啦、廣州啦、東莞啦、惠州啦，可以無縫接駁嘅，就喺呢個偵察站，直落3公里喺度噶啦。除咗出行方面好方便嘅，北面有一個接佛山內部嘅，接南海區同埋順德區嘅已經開通咗噶啦。好，最近係邊條線咧？如果係咁，最近嘅話就偵察站呢個2號線。就4號，其實2號線。係幾條線都喺3到4公里度咯。即係呢個3條線，廣佛線同埋佛山2號線、佛山3號線，呢3條都開通咗嘅。仲有在建嘅4號線，可以接翻三水片區同埋南海片區嘅到時。咁啊，即係亦都可以地鐵出行啊，好方便啦。同埋亦都聽你咁講，好多嗰個高新企業喺呢度。如果話買嚟即係投資出租嘅話咧，都有個即係固定嘅人群會去租用啊，或者甚至冇喺度辦公咁樣啦嚇。係啊，呢個點的確係嚟嘅。咁啊，地理位置好優越喎嚇。我哋而家喺呢個位置11步啊嘛。係。成個項目嘅話就屬於呢個偵察街道有個標杆項目嚟嘅，點制最大，有7個地塊，而且同埋政府合作嘅。好似我哋項目1號地塊，我哋起個高新產業園。以前就做啲紡織企業，依家就轉型翻互聯網方面，佢叫音家產業園，就政府運營嘅，招商運營。而2號樓嘅話就主要做一個自媒體直播方面嘅，就分科技去運營緊嘅。依家主要買我哋一個3號地。而個3號地嘅話，買嚟住或者買嚟投資都好有優勢嘅。因為點解咁講咧？住首先樓下就有肉菜市場啦。如果買嚟投資，過條馬路就係啦。係啊，你睇，全部都係啲產業園包圍嘅，即係做啲互聯網嘅高收入人群嚟嘅。呢邊仲有一個成形街，但係可以過去實地嗰邊拍。同埋呢度有一個傑新，呢邊仲有另外一個產業園。呢周邊嘅話有幾個，每個產業園嘅話少過商業人群比較多咯。係啊，即係工業崗位比較多。而且嘅話呢邊住宅比較少嘅，所以話可以租嘅地方比較少，所以個租金好有保證嘅，可以租1600蚊到1800蚊嘅，回報率嘅話去到6到8個點㗎呢邊。哇，好吸引喎！係啊，即係依家你做銀行理財嘅話，3年期先1.2，而家高咗可能好多倍㗎嘛，而且好有保證啊呢邊，因為佢競爭少嘛，住嘅地方少，但係話工作崗位多，人多。我想問下嗰個明州康復醫院係幾時會建成嘅？已經建成咗，運營緊嘅。運營緊㗎啦。咁啊，即係可以去睇醫生啊咁樣。係啊，呢個主要做康復方面為主嘅。即係理療方面為佔比比較重咯。明白。好，咁我哋去實地睇睇先，唔該晒。